有民众出去佚佗，住伫民宿，无细字呢，4钱重价值24000外块的金手指，就咧袂记摕转去，这个发现了后，随甲这个业者联络，问讲这个业者呢，该寄互伊，要不过业者要求讲要2000块，或者民众唔知要如何是好。我当下的观感就真的更不佳了。这次遇到这种状况，其实我有点傻眼。民众讲本来有包800块的小红包表示谢意，也毋过呢，伊直接加讨，这个感觉真正有够歹，而且这个金手指是袂记摕去的，毋是胖件的，伊无认同这款的方式。对着这款情形，消保官王雅玲表示讲，这个民宿有这个义务保管这个人客无摕到的物件，袂使要求回报。实际敲电话或这个民宿业者，却是无人回应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